講起糖，你或者覺得佢平平無奇，但係2024年一年之內，全世界總共做咗幾多糖？答案係1.751噸。呢個數字究竟誇張到咩程度？咁樣講你就即刻明。如果將呢批糖全部裝入翻屋企，嗰種2.2磅重嘅糖袋，一袋接一袋咁排開，佢嘅長度足夠由地球一路鋪到月球，鋪到咗仲要圓翻原路，兜轉頭啱啱好一個來回。淨係講美國，平均每一個人一年就要食落70磅糖，即係差唔多32公斤。換算翻落去，即係每一個美國人每日都要果落成杯咖啡鋪嗰種細糖包，大約40包咁多糖。呢樣嘢已經一聲不響，徹徹底底咁霸佔咗我哋成張餐台。但係有一條問題，你可能一世都未認真諗過，超市貨架上面嗰啲白到似雪嘅砂糖，究竟係點樣變到咁白㗎？係咪廠方偷偷落咗漂白劑落去？係咪其中有一步化學處理，其實喺度損害緊你嘅身體？仲有一件更加估你唔到嘅事，你以為白糖全部都係嚟自熱帶嗰啲甘蔗，係咪先？錯，全世界有成30%嘅白糖根本就唔關甘蔗事，而係嚟自一種生得似紫色大蘿蔔，就算喺寒帶都種得出嘅根莖植物。甜菜得7粒甜菜，就已經榨得出成1公斤精製白糖。一間現代化嘅糖廠喺唔夠24個鐘之內，就可以將一座細山咁高嘅甜菜堆變成一袋袋白到似雪嘅糖粒。今日我會帶你行入歐洲同美國嘅甜菜糖工廠，睇下人類係點樣用一台裝咗66把刀片嘅切絲機，一座65英尺咁高嘅逆流浸出塔一池石灰水，再加上一段足足12個半鐘嘅結晶魔法，將一粒秧衰衰嘅紫皮甜菜變成你朝早咖啡入面、細路蛋糕上面，以至全世界每一張餐台上面嗰一茶匙嘅甜菜糖嘅故事，唔係由工廠開始，而係由一場戰爭開始嘅。不過要講呢場戰爭，我哋要先將時間撥返去1747年嘅德國。嗰一年，柏林皇家科學院有位化學家叫安德烈亞斯馬格拉夫，做咗個睇落一啲野心都冇嘅細實驗。佢攞咗一種生喺歐洲菜園嗰度，當時淨係用嚟餵豬餵牛嘅根莖甜菜，磨碎浸軟，再用酒精提取。點知竟然由入面釋出咗一種白色又甜，喺顯微鏡下面同甘蔗糖生得一模一樣嘅結晶。馬格拉夫將呢個發現寫晒落論文，但當時一啲轟動都引唔起到，因為嗰個年代成個歐洲嘅糖全部俾加勒比海嘅甘蔗種植園牢牢咁鎖死咗，又平又夠穩陣，冇人肯為咗一種豬飼料去投資起廠。呢個發現就咁靜靜雞喺一疊論文裏面瞓咗差唔多60年，一直去到1806年，一個改寫咗歷史嘅男人出場上，拿破崙。就喺呢一年，佢頒咗一道叫柏林賜令嘅命令，宣布對英國實施大陸封鎖，禁止成個歐洲大陸同英國做任何生意往來。佢想用呢種陸上封鎖，將英國活生生困死。但係拿破崙漏計咗一樣嘢，英國海軍喺當時係成個地球最強嘅海軍封鎖令一出，英國即刻反手，將法國嘅海上貿易線全部斬斷。結果係成個歐洲大陸一瞬間跌入咗一個最尷尬嘅局面。飲咖啡、焗麵包、整甜品最離唔開嗰樣嘢，就糖幾乎一夜之間喺市面上消失晒。當時喺法國，1磅糖嘅價錢一度飆到成1美元，即係一個普通工人成個禮拜嘅人工。成個法蘭西帝國眼白白就要喺冇糖飲嘅火滾裏面崩潰。就喺呢個節骨眼，有人將馬格拉夫60年前嗰篇俾人遺忘咗嘅論文揾翻出嚟，遞到拿破崙面前。1811年3月25號，拿破崙親自行去巴黎近郊嘅柏西，參觀咗一間細型嘅甜菜糖實驗工廠。睇完之後，呢位皇帝陛下落咗一個令成個歐洲農業史拐彎嘅決定。佢即刻頒令，要求全法國劃出10萬公頃土地，專門種甜菜，派發咗334張甜菜糖廠牌照，仲免費派種植同加工手冊去每一個省。
短短2年之內，成個法國由淨係得4間甜菜糖廠，狂飆到接近300間。拿破崙單靠一道敕令，幾乎憑一己之力就催生咗成個歐洲嘅甜菜糖工業。後來拿破崙喺滑鐵盧俾人打敗咗，英國甘蔗糖重新湧翻入歐洲。大部分甜菜糖廠因為鬥價鬥唔過，一間接一間執笠。但係粒種今次已經落咗喺度。去到1880年，全世界甜菜糖嘅產量第一次超越咗甘蔗糖。到咗今日，甜菜糖依然穩穩陣陣咁佔據緊全球白糖市場嘅30%。喺法國北部細城呂爾嘅市中心，直到而家都仲豎住一座拿破崙嘅雕像，紀念佢俾法國農民稱為甜菜糖之父嗰段功績。換句話講，你今日灌入咖啡嗰茶匙白糖背後，可能就收埋住一個法國皇帝想打英國但又打唔贏嘅故事。細玩笑，開完我哋翻轉頭睇下一粒甜菜真真正正嘅一生。甜菜嘅種植從來都唔係將粒種撒落嚟就算數，每一塊要種甜菜嘅田都要先用現代化拖拉機翻鬆除草，改善排水，確保啲蔥泥可以俾條根一路扎到地底下60厘米咁深。準備好嘅田迎接佢嘅係一台叫自動播種機嘅鐵怪。呢台機可以同一時間掛20個種箱，每個種箱裏面裝住1萬粒種加埋一齊，一次落種就係20萬粒。台機會跟足計算得好精準嘅豬距同行距，將啲種一粒一粒準確咁落泥間距，分毫不差。呢種精準係有講究嘅甜菜，如果種得太密，每一粒都會因為爭養分而長唔大；種得太疏，又會白白嘥咗塊田。所以喺現代糖業裏面，種甜菜已經唔係一門農活，而係一門精算學。落咗種之後係漫長嘅80日，喺呢80日裏面，甜菜嗰啲綠色葉好似一塊塊微型太陽能板咁，瘋狂咁將陽光轉化成糖分，一啲一啲咁儲落地底嗰粒白色根度。地面上面嗰部分睇落唔起眼，但地底嗰條根正喺度慢慢咁將成個夏天嘅陽光濃縮成純粹嘅糖。由9月去到第2年2月就係甜菜嘅收成季，呢個時候每一粒甜菜嘅重量啱啱好喺2磅左右，即係大約900克，裏面嘅糖含量高達驚人嘅17%到18%，即係話一粒2磅嘅甜菜，單單係糖就有差唔多160克。同超市嗰啲一比，一條標準紅蘿蔔嘅糖含量只不過大約5%。呢個就係點解甜菜會俾歐洲人叫做糖礦嘅原因。佢表面睇落淨係一粒普通嘅紙皮根莖，但裏面就藏住一座微型嘅甜蜜精礦。甜菜嘅收割係成條產業鏈上面最唔似農活嘅。農活開入甜菜田嗰台係一台高達530馬力、重達幾十噸嘅怪獸收割機。呢台機嘅工作原理同普通蔬菜收割完全唔同，因為甜菜真正值錢嗰部分係埋喺地底接近30厘米深嗰粒白色根。地面嗰啲葉雖然茂盛，但糖含量幾乎係0，反而係阻礙。所以呢台機嘅第一道工序永遠都係切葉。收割機最前端有一組會旋轉嘅圓盤刀片，會趁甜菜未俾人抽出嚟之前，先齊齊咁將地面上面嗰啲葉整片削走。呢啲俾削落嚟嘅葉都唔會嘥，會有另一條喉直接將佢哋吹到隔籬嗰架拖車上面，運翻去做清住飼料。清咗葉之後，機後面嘅挖掘部件先至開始喐，一組鋒利嘅鐵齒鏟插落嚟，由甜菜兩邊溫溫柔柔咁將佢撬鬆，再向上抽起。呢一步一定要極之精準，因為一用力過猛，甜菜就會俾切碎，裏面嘅糖水直接流晒落田，蝕嘅就係真金白銀。抽起嘅甜菜會送上機器內部嘅輸送帶，經過一組叫搖泥篩嘅裝置，先將表面鬆散嘅泥抖甩一大部分，跟住成批清理好嘅甜菜會由機尾嘩啦啦咁傾落田邊嘅中轉道，排成一道幾百米長嘅甜菜場。呢台機一次可以同時處理6行甜菜，每個鐘頭收割超過30噸。30噸係咩概念？即係一台機一個鐘頭可以抽起大約33000粒甜菜，
平均1秒鐘9粒。等收割機行遠咗之後，下一台機出場，專用裝載機。呢台機前端有一隻巨型金屬臂，會一邊鏟起田邊嗰堆甜菜，一邊將佢哋送入等緊喺隔籬嗰架貨車車斗。鏟起嘅同一時間，裝載機內部仲有一台震動篩，會將甜菜上面殘留嗰接近1/3嘅泥再一次徹底抖甩。呢一步對糖廠嚟講太緊要，因為糖廠淨係為甜菜本身嘅重量俾錢，絕對唔會為一車泥俾錢。所以喺田度將泥篩得越乾淨，農民攞到嘅錢就越多。裝滿甜菜嘅貨車排成長龍，即刻開去附近嘅糖廠。呢幾個月係一年裏面糖廠最忙嘅時候，由9月去到第2年2月，工廠24個鐘頭唔停咁轉，每一日都有超過420架貨車開入同一間廠嘅卸貨區。貨車一開入糖廠，第一件事就係過磅，每架車入廠要磅一次，卸完貨空車出廠再磅一次，2次相差就係呢一車甜菜嘅淨重。跟住糖廠會喺每一車甜菜度隨機抽一份樣本量，2個關鍵指標，一係糖含量，二係泥含量。呢2個數字直接決定咗農民呢一車可以攞幾多錢。糖廠嘅規矩係淨係俾甜菜嘅錢，唔俾泥嘅錢，所以泥越多扣得越狠。磅完重嘅甜菜會即刻傾落一座座細山咁高嘅甜菜堆，到一個旺季單一間廠就要處理超過63萬噸甜菜。呢啲堆到似細山嘅甜菜，接落嚟要面對嘅係成條產業鏈上面最龐大嘅沖涼流水線。第一步係高壓水槍噴淋，一道道強力水柱由甜菜堆上方傾瀉落嚟，先將表面嗰啲鬆散嘅泥沖走一大半。跟住甜菜會送上輸送帶入到深度清洗區，呢度有一座巨型旋轉滾筒，甜菜喺入面一邊碌一邊接受水流沖刷。碌嘅過程裏面，甜菜同甜菜之間會不停咁互相撞，呢種互相撐擦嘅天然摩擦比任何洗潔精都好洗，會將表皮上面最頑固嘅泥塊一啲一啲咁搓鬆搓甩。同一時間，滾筒裏面有一組特別設計，會令混喺水中嘅石仔沙自動沉到底部，俾隔籬嗰個碎石箱收集起嚟。呢一步極之關鍵，因為甜菜裏面一旦混咗一粒石入到下一步，嗰台高速切片機隨時可以一瞬間崩爛啲刀片。除咗滾筒，甜菜仲要經過一連串嘅輸送帶、噴水嘴、沙石分離器，然後再入到第2次清洗滾筒，將剩低嘅泥枯葉禾稈徹底清乾淨。喺入到下一道工序之前，每一粒甜菜仲要接受最後一次高壓水浴。任何有破損、有腐爛、有夾雜物嘅甜菜喺呢一步會即刻被剔出生產線。最神奇嘅係，成條清洗流水線1個鐘頭要洗甩330噸甜菜用嘅水，竟然唔係出面駁翻嚟嘅自來水。糖廠用嘅係由甜菜本身榨出嚟嘅水，呢個係甜菜一個獨特屬性。每一粒甜菜裏面有75%嘅水分，17%嘅糖，仲有一啲其他天然成分。糖廠嘅工程師索性將呢部分水循環翻去，用甜菜自己嘅水去洗甜菜。自己呢套設計，另一間年產幾十萬噸糖嘅工廠幾乎唔使消耗到出面嘅水資源，洗到發亮嘅甜菜。接落嚟要入到成條生產線上面最似巨型切絲機嘅設備。呢台機嘅尺寸大到咩程度？成個滾筒嘅直徑超過59英尺，即係一間2層樓細屋咁闊。滾筒內部裝住66把鋒利似剃鬚刀片嘅金屬刀，以每分鐘20轉嘅速度不停咁轉。呢台機從來唔停1分鐘，可以處理8噸甜菜。甜菜由頂部下落去之後跌落轉緊嘅刀片上面，一瞬間就俾切成幼長嘅嗰條狀，生得有啲似迷你版薯條。行內人俾咗佢哋一個專門嘅名，叫 cassette。cassette 聽落好似音樂磁帶，其實係法文裏面細盒嘅意思。因為佢哋最早俾法國人切出嚟嗰陣嘅形態就似一條條細盒，一條標準嘅甜菜 cassette， 闊度大約3至5毫米，長度大約8至10厘米。點解一定要切成呢種形狀？
因為接落嚟嘅出糖工序本質上係一場表面積嘅戰爭。糖係溶喺甜菜細胞裏面嘅，要令水將啲糖泡出嚟，就一定要令水盡可能咁接觸到每一個甜菜細胞，將甜菜切成幼絲，表面積一瞬間增加幾十倍，糖比水泡出嚟嘅效率都跟住翻幾番，但係又唔可以切得太碎。太碎嘅話，甜菜絲就會喺高溫水浴裏面直接散成泥糖，裏面混入太多雜質，反而更加難處理。所以3至5毫米呢個厚度係幾百年甜菜糖工藝反反复复試出嚟嘅黃金尺寸。切好嘅甜菜絲，接落嚟要去嘅地方係成間糖廠裏面最有儀式感嘅設備——浸出塔。呢座係一座高達65英尺，即係6層樓咁高嘅鋼鐵巨塔。工廠裏面叫佢做擴散塔。座塔嘅工作原理係一個叫逆流浸出嘅天才設計。佢嘅底部不停有新鮮嘅溫度，大約180華氏度，即係約82攝氏度嘅熱水注入啲水向上流。與此同時，佢嘅頂部不停有新鮮啱啱切好嘅甜菜絲入。甜菜絲向下行，即係話喺座塔內部熱水同甜菜絲係反方向喐嘅。呢個就係逆流嘅由來。呢種逆流嘅設計有一個絕妙好處，啱啱由塔頂落嚟嘅甜菜絲糖含量最高，佢遇到嘅係已經吸咗一半糖嘅半甜水，濃度差，仍然夠將糖繼續溶出嚟。而行到塔底嘅甜菜絲，糖幾乎已經被榨乾，佢遇到嘅係啱啱注入嘅最乾淨嘅純熱水，可以將最後嗰一丁點殘糖都徹底帶走。一條甜菜絲由塔頂去到塔底嘅成個旅程，大約維持1個鐘頭。喺呢1個鐘頭裏面，溫度被嚴格控制喺180華氏度上下太低，糖溶唔出，太高甜菜嘅纖維就會被煮爛污染糖液。1個鐘頭之後，由塔底流出嚟嘅係一種乳白色、略帶渾濁嘅液體，叫原糖汁。呢種原糖汁裏面大約含14%嘅糖，再加一堆雜質，包括蛋白質、果膠、有機酸、礦物質等等，即係話成粒甜菜裏面高達90%嘅糖已經喺呢1個鐘頭之內，俾呢座65英尺高嘅塔溫溫柔柔咁溶咗出嚟。塔嘅另一端，嗰啲已經俾榨乾糖嘅甜菜絲會由一根巨型旋轉螺桿推到塔頂排出嚟。呢陣已經變成咗一種叫甜菜渣嘅副產品。呢種甜菜渣富含纖維同少量蛋白質，係奶牛同肉牛嘅頂級飼料。換句話講，工廠榨完糖之後連渣都冇嘥，全部轉手賣俾牧場，又係一單生意。接落嚟呢一步係成間糖廠裏邊最神秘，亦都最易俾人誤解嘅環節。如果你曾經認真問過自己，白糖點解會咁白？係咪廠方喺裏邊落咗漂白劑？咁呢一段就係答案。由浸出塔出嚟嘅原糖汁，顏色係渾濁嘅乳黃色，裏面混住各種雜質。呢啲雜質如果唔去走，最後整出嚟嘅糖會發黃發暗，結塊唔均勻，食落仲帶一股泥腥味。所以工廠會用一種古老到不能再古老嘅化學反應嚟淨化，佢就係石灰加二氧化碳。成個流程係咁樣嘅。工廠會先將生石灰，即係氧化鈣加水搞成一種叫石灰乳嘅原族液，將呢種石灰乳倒入糖汁度。石灰會主動同糖汁裏面嘅雜質，例如酸性物質、蛋白質、果膠起反應，將佢哋一團團咁抓埋一齊，形成沉澱。呢一步之後，糖汁裏面嘅雜質就開始結團，但仲未完全沉落底。跟住工廠會向糖汁裏面持續通入二氧化碳氣體。二氧化碳一遇到石灰，就會發生一個所有讀過中學化學嘅人都唔陌生嘅反應，生成一種叫碳酸鈣嘅白色沉澱，亦即係我哋成日講嗰啲水垢或者石灰石。呢個反應勁嘅地方在於，碳酸鈣喺生成嗰陣會將啱啱石灰結埋一團，嗰啲雜質一齊包入自己嘅結晶裏面，就好似一張化學漁網，將糖汁裏面所有污糟嘢打包帶走。然後糖汁會送入一組超細嘅過濾器，將呢啲碳酸鈣連同雜質通通攔低出嚟嘅，就係一種通透淡金色嘅糖液糖。
含量由 14% 升到 17%， 成個過程裏面冇任何漂白劑介入過。糖液之所以最後會變白，靠嘅就係呢個石灰加二氧化碳嘅天然淨化反應，即係話工業糖白到此說唔係因為俾人漂白，而係因為佢俾精煉到幾乎零雜質嘅程度。當糖液純到某個程度，佢嘅結晶天然就係無色嘅，睇落就係一片雪白。呢套工藝歐洲人用咗差唔多200年，直到今日仍然係全世界所有甜菜糖廠嘅標準流程。淨化好嘅糖液，糖含量都仲只不過 17%， 要變成我哋手裏嗰種閃閃發亮嘅糖粒，仲差最後2步，就係濃縮同結晶。先講濃縮糖液，會送入一組叫蒸發罐嘅設備，喺大約266華氏度，即係約130攝氏度嘅溫度下面持續滾，水分1分鐘咁蒸發走糖液，一啲一啲咁變濃變稠，等到糖含量飆到 75%， 糖液已經由本來水汪汪嘅狀態變成一種稠到似蜜糖嘅糖漿。呢種糖漿有個專業名叫 Marsequit， 發音有啲似麻塞夸特，法文裏面嘅意思係煮過嘅糖。但係呢一步一定要極之精細，因為溫度只要再向上升多少少，糖就唔會結晶，反而會發生一種叫焦糖化嘅反應。糖漿顏色即刻變深，味道變焦，變成你整布甸嗰陣中意嘅焦糖。焦糖好好食，但絕對唔係糖廠想要嘅產品，所以成個濃縮過程溫度一定要控制到好精密，一丁點都唔可以差。等到糖漿去到 75%， 糖含量溫度亦都跌落合適區間嗰一刻，工廠裏面最玄妙嗰一步就正式開始。操作員會向呢一大罐糖漿裏邊灑入一小把種子晶體，呢啲種子晶體嘅大小只不過 0.01 英寸，即係一粒芝麻嘅幾分之一。佢哋喺糖漿裏邊就好似一粒粒晶核，吸引糖漿裏邊游離嘅糖分子主動黐上嚟。糖分子一揾到種子晶體，就會一層一層咁跟住六方晶系嘅幾何規律開始有序咁生長。呢個過程叫結晶。結晶係成條糖生產鏈上面最慢嘅一步。喺冇現代技術嘅年代，結晶可能要用上幾個禮拜，但今日靠住精密嘅低壓結晶罐加埋嗰啲種子晶體嘅助攻，成個過程被壓縮到12個半鐘。12個半鐘之後，嗰啲本來只有芝麻幾分之一咁大嘅種子晶體會俾糖漿裏面嘅糖分子一層層咁包住，長成大約 0.02 英寸大小嘅標準糖粒，即係你手裏嗰袋袋白糖嘅尺寸。結晶完成嘅糖漿並唔係可以即刻裝袋，呢陣嘅糖漿裏邊係一坨糖粒加糖漿嘅混合物，每一粒晶體外面都仲黐住一層黏立立深啡色嘅母液。要將呢兩樣嘢分開，工廠會出動成條產業鏈上面最暴力嘅設備離心機。呢台離心機嘅工作原理本質上同屋企個洗衣機甩乾完全一樣，但佢嘅轉速、規模同精度全部係工業級。糖漿泵入離心機嘅轉筒之後，機器開始高速旋轉，轉速可以去到每分鐘上千轉。喺巨大嘅離心力作用下面，比較重嘅糖粒會俾狠狠咁甩到滾筒嘅內壁上面，而比較輕、流動性強嘅糖漿母液就會由滾筒壁上面嘅幼縫甩出去，單獨收集入另一條喉。呢個過程通常要重複3到5次，每一次都可以將更多嘅糖粒由糖漿裏面分離出嚟。3輪離心搞完之後，留喺滾筒壁上面，嗰啲就係雪白、閃住光、乾淨到難以置信嘅純糖粒。佢哋會俾一片片咁刮落嚟，跌落下面嘅輸送帶，運去下一道工序。而嗰啲俾甩出去嘅深啡色母液，佢有一個名你一定聽過，叫糖蜜，英文叫 molasses。 糖蜜裏面仍然含有一啲糖，但已經冇辦法再繼續結晶，所以工廠唔會再勉強佢。呢種糖蜜會賣俾酒廠，用嚟生產冧酒、伏特加，仲有一種叫工業酵母嘅發酵原料。所以下次你飲一杯冧酒嗰陣，你飲嘅其實係某粒甜菜喺 75% 糖漿裏面冇結晶成糖，
嗰一部分成粒甜菜由田裏去到糖廠嘅旅程，連剩低嗰部分都冇嘥俾甩乾嘅糖粒。接落嚟會入到一個巨型嘅旋轉乾燥滾筒，熱風由滾筒裏面穿過，將晶體表面殘留嘅最後一啲水分徹底帶走。跟住係冷卻環節，滾筒裏面嘅溫度會迅速降落嚟，令糖粒穩定，唔再黐埋一齊。一間現代糖廠每一日可以生產1000噸白糖，成年計落嚟差唔多20萬噸。20萬噸係咩概念？相當於將美國成個州，例如懷俄明州50萬個居民，每一日都俾落1公斤糖，足足1年。風乾冷卻好嘅白糖，接落嚟要面對嘅係佢一生裏面最後嘅分流。一部分糖會裝入一種重達2500磅嘅工業大袋，呢種大袋嘅體積仲大過一架私家車，專門經過工廠嘅輸送管道，直接送去可口可樂、雀巢、奧利奧呢啲食品巨頭嘅生產線。換句話講，你今日飲嘅可樂、咬嘅曲奇、攬嘅雪糕入面嗰種甜，可能就係由呢個2500磅嘅大袋流出嚟。另一部分糖就會俾一條完全唔同嘅包裝線接手，呢條線專門生產你喺超市貨架上面見到嗰種3.3磅嘅家用裝膠袋，由機器頂部一卷一卷咁剪開，自動成形做方形袋，糖粒由頂部準確咁跌入去，機器即刻封口貼標切短，一袋一袋整整齊齊咁疊上輸送帶，再裝入紙箱，最後俾托盤車送上貨櫃車，發去全美、全歐、全世界每一間超市，由一粒喺泥度默默生長咗80日嘅紙皮甜菜，去到你撕開一包細糖包倒入咖啡，嗰一刻成個流程唔過24個鐘。講到呢度，我哋呢場橫跨拿破崙戰爭、甜菜田同嗰座65英尺高浸出塔嘅甜蜜旅程就接近尾聲啦。由1747年馬格拉夫喺柏林皇家科學院嘅實驗台上面意外發現豬飼料裏面有糖嗰一秒，到1811年拿破崙因為打唔過英國海軍，被逼到要頒令催生成嗰個甜菜糖工業。嗰一刻，由田間嗰台530馬力1個鐘頭抽起30噸甜菜嘅怪獸，到工廠裏面嗰66把刀片，每分鐘切絲8噸，嗰座65英尺高，一啖氣將糖溶出90%嘅液流浸出塔，再到嗰12個半鐘將0.01英寸種子晶體養成0.02英寸標準晶粒嘅結晶魔法。呢一切嘅工業精密，最後凝結成你朝早咖啡裏面攪動嗰一茶匙甜。所以下次你舀起一茶匙白糖嗰陣，可以試下諗一諗，呢一茶匙睇落平平無奇嘅白色晶體，收埋住一粒甜菜80日嘅陽光，一場拿破崙打唔贏嘅戰爭，一套用甜菜自己嘅水洗，甜菜自己嘅循環系統，仲收埋住一段12個半鐘嘅玄妙結晶。佢唔單止係糖，佢係化學、農業、工業，再加上一場歐洲戰爭一齊合作完成一份你諗都諗唔到嘅禮物。仲有關鍵嗰一點，呢一茶匙糖之所以係白嘅，根本唔係因為廠方喺裏面落咗漂白劑，佢白係因為佢俾精煉到幾乎零雜質嘅程度。呢種純淨本身就令佢天然呈現出似雪一樣嘅顏色。咁問題嚟啦，睇完呢一集，你最在意嗰個白糖到底點解會白嘅疑問，係咪已經俾解答咗？以後你仲會唔會同朋友講，工廠裏面嘅白糖全部都俾漂白過？歡迎喺評論區話我知你嘅答案。